文化部长期支持原住民族的文化发展，即届优劣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甲市府来合作，透过生活美学馆、市府原住民文物馆、扎哈姆会馆、甲屏东雾台、泰武甲来义文物馆6个馆的合作，推出文化痕迹台湾鲁凯女性的文塑文化艺术展。6号上午正式展开，现场还有来自泰武乡的族人。早来古谣吟唱，为特展来献上祝福。那这个计划呢，其实历时了2年。那我们的策展团队就由台南市政府呢来组成。然后呢，跨区域的串联屏东县政府，我觉得蛮好的一个计划，就是台湾的文化交流，大家可以互相的合作交流。那我们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是文化部所属的单位，我们的服务范围呢是南部7县市，从金门、澎湖、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到屏东。所以这个原住民族的一个合作的计划，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到原民会的资源已经4年多哈，那我们去年呢是跟文化中心3地门这边的合作，那个飘哦的一个移民的舞台剧，那是第一次跟原乡的比较深层的合作。那感谢生活美学馆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哦，可以再跟我们的部落呢有这样深层的结合哦。那现在要感谢我们各位顾问跟我们的指导。出席的贵宾除了有泰武乡的族人，还有泰武、雾台、来义乡公所的代表，屏东台南市议员等，以及6位女性文所者的贵宾，因依着排湾族联北共赢的仪式来揭开展览，嘛象征6馆合作珍贵的意义。谢谢有你的故事，让台湾原住民更加美好。这项展览筹备了2档，对第1档的研究调查、纪录片的巡回播送，到第2档的特展加专册分享。期间，团队嘛搁届出入都市甲部落，邀请族人来分享甲参与对话，才有这届盛大的展出。这3条溪流流域，其实就是我们的母亲之河。孕育了在那一群居住的排湾和鲁凯族，千年来，有女人成长的时候就会纹手，来彰显她的家族、她的身份，还有她的纹样和美貌。这个展览其实就是要串联千年来、100年来到几十年来我们的迁徙。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故事和我们的消失和我们未来预备重振的某一种人生哲学和态度。这次的展览特色，以着部落的地图作为地铁蓝图，呈现了文塑文化在个传统领域的山群甲流域之间所形成的空间分界甲互相的对应等关系，以及原住民的迁徙。甲台南市排湾甲鲁凯族人的分布都市，这场的展览对今日起到9月2日，欢迎民众踊跃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